大家好，歡迎收聽今集嘅異界密事錄，我係阿如筆名烈雨翔。今集咧，首先又要多謝一下大家嘅，感謝大家咧一直以嚟嘅支持。喺過去嘅香港書展2026咧，好多讀者啦、聽眾啦，咁就嚟到我哋不求人工作室嘅攤位嚟到支持我哋，真係非常之咁感激嘅。其實呢一集節目就應該早啲錄嚟，即係多謝大家嘅。但係因為咧書展之後咧，我就例牌咧就呢個會病咁滯嘅，今次病咧仲要少失聲添，就錄唔到啦，唯有去到今日先至同大家錄啦。但係咧錄嘅時候咁啱呢個錄音環境附近咧就裝修啊，就希望咧呢啲聲就唔會即係影響到啦。如果唔係咧就又要再等到佢裝修完先至錄咧，又拖好耐啦。有違了今集嘅初衷啦，因為今集就係想將呢一個2026年嘅6、7月嘅神秘新聞就同大家回顧分享翻嘅。好啦，正式開始之前呢，有少少氹氣話同大家講嘅。如果唔中意聽就建議大家就直接飛咗呢一節仔去啦。好短嘅啫。其實就想講翻啦，就有啲聽眾就留言，有人就有陣時就嫌我哋啲節目短就譬如可能請到某啲嘉賓都講唔得兩句咁樣，或者平時有啲內容都唔夠詳盡，啲料比較簡單咁樣。亦都有啲觀眾咧或者聽眾咧就嫌節目長喎，就話哇連埋廣告性要聽成個鐘好浪費佢時間咁樣。好啦，我就明白大家時間又好寶貴嘅。其實而家嘅科技又唔係好似以前電視台咁，你一定要順住睇晒佢嘅。我又覺得大家可以即係撳快播又得，或者直接跳去中意聽嘅部分都得嘅。至於咧有人就話多廣告。廣告呢樣嘢真係冇辦法啦。如果係我哋自己公司出品嘅圖書廣告，始終呢個係我哋賴以生存嘅命脈嚟嘅。我冇超能力去用愛發電，我又冇開 Patreon，又冇做會員咁樣，就即係都係想俾啲我哋有咩書嘅信息俾大家，希望有興趣就支持下買下啦咁樣。就如果咁都要投訴，就我都冇乜辦法噶啦。至多我就諗辦法將嗰啲介紹書嘅廣告錄短啲啦咁樣，但係有陣時錄短啲又好似都講唔到裏邊啲內容俾大家聽咁。好啦，至於另一種廣告呢，就係 YouTube 本身嘅廣告啦。老實講，我哋嘅盈利呢，真係極少嘅，真係僅夠買幾本參考書咁樣嘅啫。呢講到呢度咧，講樣好笑嘢俾大家聽啊。有一次咧，就有個聽眾就投訴，就話我哋太多樓盤廣告要霸聽喎。我就梗係黑人問號兼哭笑不得啦。喂，如果我可以賣樓盤廣告又唔錯啊，點都好過做出版啦，係咪？可惜呢啲嘢梗係冇我份啦，即係一個影響力咁低嘅一個即係少少嘅即個YouTuber 啦。其實我都唔好當自己 YouTuber 嘅，因為唔多人聽咁啦吓。即係點會有樓盤廣告賣啊？諗到咁點解呢個聽眾會聽到樓盤睇到樓盤廣告呢？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呢嗰啲社交平台或者 YouTube 嗰啲演算法呢，係會推你最新去搜尋或者你點擊系統覺得你感興趣嘅廣告去俾你嘅。咁所以你睇到樓盤廣告呢，乃至一啲你覺得好煩厭嘅廣告呢，其實係應該問自己點解，就唔係去啲 YouTuber 下面度留言投訴嘅。好啦，關於呢啲投訴千奇百趣嘅，就無謂阻大家時間啦。我哋正式入正題咯噃。好啦，自從美國政府咧佢公布咗好多UAP 嘅檔案之後咧，關於 UFO 甚至外星生命嘅消息咧，就可以話係越傳越多，幾乎日日都有新話題咁滯嘅。今次錄音嘅日期咧係2026年嘅7月30號。今集就等我哋一齊回顧下2026年6月同埋7月幾則比較多人關注而且有神秘色彩嘅新聞。今次揀出嘅內容咧，幾乎全部係同外星生命有關係嘅。首先講幾則咧科學味道嘅含金量比較重嘅消息開始講起。第一則新聞係咁嘅，有研究就指出
地球附近，當然呢個附近係可圈可點啦吓，有一個超級地球存在住外星生命嘅可能性呢，或者係比我哋之前想象中更高嘅。最近科學家重新評估一個距離地球大約25光年嘅系外行星，發現咧佢可能冇之前估計咁大嘅。嗱，呢個新結果咧，亦都令佢更有可能具備支持生命存在嘅條件。呢顆行星咧係叫做 GJ3378b， 喺2024年被發現嘅。佢圍繞住一顆紅矮星運行。佢每21.5日咧就圍繞住行星行一圈，距離宿主行星咧大約係地球同埋太陽距離嘅1/10。嗱，照表面睇咧，咁近唔應該係適合生命居住嘅，但係因為咧紅矮星本身輻射咧係比太陽低大約90%，所以 GJ3378b 咧其實啱啱好位於呢一個星系嘅宜居帶中心。亦即係理論上咧有機會存在住液態水嘅。嗱，研究人員咧最初估計 GJ3378b 咧嘅質量大約係地球嘅5倍。假如佢係岩質行星，就係會屬於超級地球類別啦。嗱，呢類嘅行星咧一直都被認為咧係最有可能咧醞釀到外星生命嘅候選者之一嘅。嗱，不過問題係之前一直未能夠確定究竟呢一個星咧係呢個岩石世界啊，定係一顆好細嘅氣態行星？氣態行星即係話你根本都冇一個陸地，咁你點住人呢？咁樣樣。嗱，去到6月30號發表喺天體物理學雜誌上面嘅最新研究就咁講，佢就用咗德州麥克唐納天文台嘅設備重新計算呢一顆行星嘅質量，結果顯示咧 GJ3378b 咧實際上只有地球嘅2.3倍質量。嗱，呢個數字咧令科學家更加有信心，認為佢應該係一顆岩質行星，就唔係小型嘅氣體巨星。嗱，如果係咁咧，情況就有意思得多啦。因為岩質行星咧，代表佢有可能更加接近地球表面嘅環境，甚至有較為合理嘅大氣壓力，令生命存在嘅機會咧就上升啦。研究團隊亦都話，雖然咧我哋已經揾到其他可能宜居嘅系外行星，但係 GJ3378b 最大嘅優勢係夠近。25光年咧聽起上嚟好遠，但係以銀河系大約10萬光年直徑嚟講咧，其實佢已經算係我哋嘅鄰居嚟噶啦。咁當然呢度都要冷靜少少，因為到目前為止咧係仲未有證據證明 GJ3378b 咧係真係有大氣層，亦都未證實表面咧有呢個液態水嘅。由於佢距離行星唔算遠，過去甚至可能咧已經被行星風咧慢慢咁樣剝走啲大氣層，就好似火星咧可能係曾經發生過嘅情況一樣。所以咧現階段只能夠話值得非常關注，但係仲未可以過度解讀嘅。不過一旦將來真係探測到有大氣層，呢顆行星咧就好可能即刻成為研究外星生命嘅頭號熱門目標之一啦。而且 GJ3378b 咧圍繞住嘅紅矮星，紅矮星咧其實係銀河系最常見嘅行星類型，大約係佔咗70%嘅。所以如果我哋能夠了解呢類行星周圍嘅行星有冇生命潛力咧，對於整個天文學生命搜尋領域嚟講咧，都係非常重要嘅一步嚟嘅。好啦，跟住就同大家分享第二則新聞咯。嗱，呢一則新聞就係話，人類咧過去發射出去嗰啲太空信號咧，喺理論上最快可能喺2029年咧就會收到外星人嘅回覆啦。嗱，近排咧有唔少華文媒體就報道話，研究顯示地球可能比預期更早收到外星信息。嗱，但係其實咧呢個講法咧唔係一啲新嘅新聞嚟嘅，而係幾年前咧已經有外國媒體咧報道過嘅研究內容嚟嘅，只不過再次被翻炒啫。嗱，呢項研究咧係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團隊去主導嘅，
並且發表喺呢個太平洋天文學會出版品嗰度噶。嗱，研究人員咧整理咗人類過去經由 NASA 深空網絡向旅行者號等探測器發送過嘅強力無線電信號，再計算呢啲信號去到附近行星要幾耐，如果對方即刻回覆嘅話，回傳翻地球又要幾耐咁嘅。嗱，根據呢個模型咧，如果某啲收到信號嘅行星系統附近真係存在住外星文明，而且佢哋又剛好收到信號之後即刻回覆嘅話，人類理論呢最快可以喺2029年收到回應嘅。換句話講，呢個唔係話2029年一定會收到外星人信息，而係話如果有文明存在，如果佢哋接收到，如果佢哋理解到，如果佢哋肯即時回覆，而且回覆嘅方式又俾我哋偵測得到嘅話，咁最早可能係2029年嘅。嗱，研究帶出一個幾實際嘅作用，就係幫 SETI， 即係搜尋地外文明嘅研究者縮窄未來幾年咧應該重點監察邊啲行星作為目標。嗱，科學家解釋，無線電信號咧係太空裏邊傳播嘅時候咧係會一路衰減嘅，去到夠遠嘅地方咧就已經變到好難探測噶啦。所以雖然人類咧確實曾經向深空發送過好強嘅信號，但係外星文明要成功接收到，其實條件係相當苛刻嘅。報道亦都提到話，其中一次著名嘅例子係喺2002年，經由先驅者10號相關任務，向一顆大約27光年外嘅目標發出信號。咁理論上咧係會喺2029年到達嘅。至於1980年同埋1983年向另外兩顆行星發送嘅信號，對方如果喺2007年收到後即刻回覆呢，咁理論上人類可以喺2030年左右咧係收到回音噶。嗱，不過咧，對呢件事持保留態度嘅科學家都唔少噶。有人提醒就話，即使外星文明真係回覆，而地球有冇能力接收到呢，都仲係大問題嚟嘅。因為以我哋而家嘅技術呢，其實只可以探測到銀河系中好細好細嘅一部分。亦都有學者指出話，人類平時向外太空洩漏出去嘅信號呢，其實又微弱又唔頻繁，未必足以令外星文明察覺到我哋嘅存在。簡單講，理論係可以計下數嘅，但係現實中要成事呢，難度亦都係極高嘅。嗱，第三則嘅同外星生命有關嘅新聞呢，仲係同科研有關嘅。嗱，最近有啲專家喺個研討會上面好認真咁去討論黑洞周圍會唔會存在住外星文明建造嘅大深球科技。嗱，呢一則嘅消息咧，聽落好似科幻電影噶，但係喺2026年嘅7月 Science Alert 嘅的確咧就做咗一個專題報導，咁就講述一批科學家咧點樣認真去討論話，即係如果咧有超高等文明存在，佢哋會唔會淨係利用行星，而且唔止係利用行星，可能進一步利用黑洞周圍嘅極端能量嘅。嗱，相關會議綜述嗰啲論文就咁話，喺2026年4月咧嗰陣時咧，由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外星智慧中心，即係呢個 PSETI， 就呢個發表喺太平洋天文學會出版品嗰度嘅，咁啊發表咗篇論文，咁又咁講，佢就話咧，所謂嘅大深球原本咧係一種假想工程結構。概念咧係先進文明咧可以喺行星周圍咧建造巨大嘅設施攔截，並且利用大量行星能量嘅。呢個概念咧係喺20世紀中葉由物理學家費里曼大心推廣嘅，之後一直係搜尋外星高等文明時候一個重要嘅想像模型嚟嘅。但係今次咧，與會專家就更加行前一步去諗，如果文明已經先進到極點，會唔會考慮將類似嘅結構咧部署喺黑洞附近呢？因為黑洞周圍，尤其吸積盤同埋噴流咧，係蘊藏住極端龐大嘅能量啊！嗱，論文嘅第一作者咧 Olivia 咧，佢咧就坦白咁承認話，呢個理論咧聽落咧就好誇張、好離譜，但係佢哋想做嘅唔係寫科幻嘢，而係盡量喺物理定律容許之下咧，思考呢一種文明如果存在，我哋究竟喺天文觀測上咧會揾到啲乜嘢痕跡。
研究人員咧就指出話，黑洞咧並唔係簡單意義上乜都吸晒入去嘅宇宙吸塵機嚟嘅，真正致命嘅範圍咧係喺事件視界以內。如果假想設施部署得夠遠，其實未必會跌入黑洞裏邊嘅。不過問題又嚟啦，黑洞附近嘅輻射咧係極強嘅，理論上咧要距離大概即係喺我哋地球計1秒嘅差距，即係話3光年左右以外咧，先至會比較安全嘅，就先至唔會俾嗰啲高能嘅輻射咧去摧毀。咁如果真係有一個巨型嘅黑洞資料中心，另一個問題就係延遲啦。黑洞兩邊資料交換咧可能係極慢嘅，所以咧研究人員就提出話，有冇可能呢啲文明咧係用某種實體方式去搬運資訊，就好似運送硬碟咁樣樣，而唔係單靠無線傳輸。嗱，聽起上嚟咧就好瘋狂嘅，但係正正就係呢類嘅思維實驗咧，令佢哋開始思考，如果有呢一種科技，我哋喺地球上會見到啲乜嘢異常信號呢？例如周期性嘅信息爆發、奇特紅外線特徵，或者黑洞周圍唔尋常嘅能量分佈之類嘅。嗱，其中一個重點方向咧，就係翻查翻事件視界望遠鏡過去對M87 黑洞同埋人馬座 A 黑洞拍攝到嘅資料，睇下有冇一啲以前被當成雜訊，但其實值得重新研究嘅異常擾動噶。嗱，當然截至目前為止咧，冇任何證據證明黑洞周圍咧真係有帶心球噶，但係起碼咧呢場研討會做咗一樣好重要嘅嘢，佢哋開始具體去定義，如果要揾呢一類嘅外星科技，我哋應該望啲乜嘢？如果你覺得其實歷來都有唔少人聲稱見過外星生物噶啦，又或者透過唔同嘅渠道得悉外星人信息噶啦，可唔可以直接講嗰啲資訊俾我知啊？嗱，如果你有咁嘅諗法呢，你應該聽埋下一節嘅。但係喺聽下一節之前，你可以留意一下本人啱啱出版嘅《星際種族學 NHI 怪奇圖鑑》呢本書講啲乜？即刻同大家介紹。當官方仲喺度擠牙膏，我哋嘅星際種族通識課即將展開。2026年，全球迎嚟歷史性嘅大披露時代。美國政府公布一批又一批嘅 UAP 機密檔案。荷里活大導演史提芬史匹堡亦都用電影《揭密日》為全球觀眾打定預防針。當一般科學家仲喺度為宇宙究竟有冇外星人爭論不休嘅時候，嗰啲真正接觸過國家最高機密嘅軍方大佬同埋頂尖科學家，早就閂埋門，將各種地外文明分門別類咁去研究。曾參與五角大樓最高機密計劃嘅物理學家戴維斯博士喺國會聽證會上直接爆料話有4大種族，而前加拿大國防部長仲曾經話探訪地球嘅外星種族高達80種。星際種族學呢本書將各種外星理論家、另類宗教、現代目擊、外星通靈者嘅講法共冶一爐，幾十種外星種族配以精緻怪誕嘅插畫，喺地球人同埋其他高等生命正式接觸之前，先為大家進行一場預習課。星際種族學於2026年香港書展首賣，喺7月下旬於香港書店有售，屆時亦可以喺不求人工作室網站訂購。好，翻嚟第二節啦，咁呢一節嘅幾則新聞呢，就同頭先第一節嘅風格就好唔同啦。我哋會由好科普嘅感覺呢，一下子就轉到去非常政治化，而且呢極具爭議性嘅方向嘅。嗱，呢一則新聞呢係講到特朗普陣營入邊同 UAP 有關嘅一啲顧問人物，佢公開點名指責私人軍工企業可能掌握住外星飛行器回收計劃。報道就話，議員同埋特朗普相關 UAP 顧問陣營人物咧，就開始將矛頭指向一啲大型私人承包商，企圖迫使嗰啲同政府合作嘅企業咧都加入披露行動。其中最受注目嘅講法咧，係嚟自亞伯拉罕勒布。報道咧就指佢喺眾議員艾力帕利森嘅博客節目咧入邊就表示話，佢曾經邀請一位洛克希德馬丁 Lockheed Martin 嘅前高層去屋企嗰度傾偈，並且直接去問對方有關墜毀 UFO 回收計劃嘅傳聞究竟係咪真嘅呢？而呢個前高層咧就回答話冇錯，
嗱，如果呢個講法屬實嘅話呢，震撼程度相當高嘅，因為 Lockheed Martin 呢一直都係美國最重要嘅軍工承包商之一。阿伯拉罕納布呢更加表示，如果真係有呢類嘅回收物質存在，只要1 gram 嘅樣本，科學家就有可能分析出佢係咪嚟自太陽系之外嘅。嗱，同樣受訪嘅人士咧，仲包括咗哈爾普特霍夫，同埋曾經喺國會作證嘅作家路易斯艾利桑多，佢哋都提出類似嘅講法，指出過去某啲回收材料本來可能係打算轉交俾某啲政府項目嘅，但係最後就俾情報系統裏邊阻擋，未能夠成事。另外，艾利桑多咧仲提到呢個馬里蘭州帕圖克森特河海軍基地嘅一個特殊機庫設施，就聲稱咧嗰度嘅設計上咧係具備接收極高機密物質嘅能力嘅。咁亦都有啲議員咧曾經去到嗰個基地，就表示自己咧親眼見到一啲設施嘅，咁令佢更加理解咧某一啲流傳好多年嘅古仔咧點解會咁樣出現嘅。同時咧，帕里森咧亦都將呢個壓力咧擴大去到其他機構，包括跨國嘅航太啦，同埋一啲國防科技公司嘅。包括有呢一個洛斯羅普、格魯曼啦，同埋 MIT 林肯實驗室啦，同埋一個叫做 MITRE 等等嘅。要求對方提供更加多資料，甚至包括一段呢據稱涉及1952年華盛頓 UFO 事件簡報會嘅影片嘅。不過要強調翻，以上嘅內容呢，現時大部分都係屬於指控爆料呢種嘅講法嘅層面嘅。報道亦都提到話，被點名嘅呢個 Lockheed Martin 同埋呢一個洛斯羅普格魯曼呢啲公司呢，對於佢哋嘅請求呢都係未有回應嘅。所以現階段呢，外界呢仍然係未見到一啲可以驗證嘅實質證據嘅。跟住落嚟嘅則新聞就係話，有一個牧師就聲稱自己曾經咧被秘密帶到去田納西州嘅山區參加一場 UFO 披露會議，並且睇到一啲令人不寒而慄嘅非人類生物影像。呢則新聞咧神秘感就好強烈啦。根據每日郵報報道，一個名為約瑟夫祖佩茨嘅牧師聲稱，自己曾經喺今年2月被帶到去田納西州山區參加一場私人嘅閉門會議。據稱咧，與會者咧係包括啲情報界人士啦、前軍方人士啦，仲有宗教領袖嘅。佢話喺會上咧見到一啲從未公開嘅 UFO 文件，甚至包括清晰到驚人嘅非人類生物照片。根據呢個牧師祖佩茨嘅描述，佢見到有啲生物咧企喺樹林入邊，身形好高大，四肢修長，有啲咧甚至似一個人形魷魚嘅。另外咧，仲有一啲瘦長啦，睇上嚟好輕盈啦，近乎透明嘅存在。佢形容睇完之後咧係非常震撼，甚至令在場人士咧都覺得好驚慄嘅。更加戲劇性係咧，阿祖佩茨話2個鐘頭會議結束咗之後，咁佢自己咧就搭飛機翻去科羅拉多啊。喺途中咧，佢竟然喺飛機嘅窗外咧係見到幾個發光球體懸浮喺好遠嘅天空嗰度。之後咧，飛機咧出現明顯嘅震動，而機上有啲嘅乘客咧就開始祈禱。當佢哋咧再次望出外面嘅時候咧，光球已經消失。不過咧，祖佩茨自己承認話，事後回想呢一個飛機震動咧，都有可能只係普通嘅氣流顛簸嚟啫，而大家咧當時可能出現咗某種心理反應。從佢個人嘅宗教角度出發，佢傾向相信呢一類嘅現象咧，可能唔單止係外星生命，而係涉及一種屬靈或者跨維度存在，甚至同所謂嘅墮落天使咧係有關嘅。
嗱，報道咧提到話，祖佩茨咧並唔係嗰度唯一一個聲稱參加嗰個秘密會議嘅宗教人士嚟嘅。嗱，福音派嘅傳教士托尼梅克爾咧，佢曾經亦都表示話自己有參加過一啲組織同會議，咁啊目標咧係希望咧係俾呢一個基督教有影響力嘅人物咧，為可能出現嘅外星議題做好心理同埋信仰上嘅準備嘅。嗱，不過咧，每日郵報咧自己亦都承認話冇辦法證實呢一場會議咧係咪真係舉行過，亦都冇辦法獨立驗證會上展示過嘅內容嘅。而五角大樓方面亦都係即係維持一貫立場啦，認為大部分 UAP 事件最終可以由呢個氣球啊、無人機啊、鳥類啊之類嘅現象去解釋嘅。咁啊，美國政府至今咧，亦都暫時未有提供話有外星人嘅證據嘅。咁啊，呢一則新聞最值得留意嘅係，其實唔係睇到啲乜嘢，而係反映出即係 UFO 議題咧，已經唔再係軍事或者係科學問題，而開始深入去影響宗教圈、信仰圈，甚至好多人嘅世界觀本身嘅。好啦，希望聽到呢度咧，大家仲未撳走啦，因為就啲消息就越嚟越勁爆噶啦。好啦，第六則新聞就咁講嘅。嗱，UFO 嘅檢舉人、退役空軍少校大衛格魯什，又係好熟悉嘅 David Crusher， 咁佢就再次公開表示咧，美國政府咧係知悉好多種外星人存在嘅。喺美國國會大廈舉行嘅跨黨派記者會上面，前情報官員 David Crusher 咧就聯同多位國會議員一齊現身，公開呼籲白宮同埋國防部停止歷史性嘅隱瞞，並且要求俾更多吹哨人法律保護同埋豁免權，等佢哋可以安全咁去交代佢哋知道嘅內容嘅。嗱，Crusher 咧喺記者會上面就表示話，美國政府咧內部係知悉甚至掌握咗關於多種非人類智慧生命嘅情報，而且呢啲嘅存在咧嘅複雜程度咧係有好唔同嘅程度嘅，即係係有好多種唔同嘅存在嘅。嗱，同場嘅議員包括呢個艾力帕利森啦、安娜保利娜勞納啦、呢個賈瑞德莫斯科維茨啦，呢啲人呢都要求政府公開自1940年代以嚟嘅關於 UAP 回收、外星接觸相關等等嘅檔案嘅，並且特別提到巴西嘅瓦爾金哈事件呢啲嘅舊 case 啊，就希望能夠解密更加多嘅關鍵記錄噶。嗱，議員咧就強調話，呢啲事咧就唔單止關乎有冇外星人咁簡單，仲涉及五角大廈嘅資金流向，以及政府係咪長期規避國會嘅監督。Crusher 就重申話，佢認為咧阻礙資訊公開嘅，正正係某啲政府任命官員同埋官僚系統，即係講到尾就係深層政府啦。咁佢就話 UAP 問題咧，除咗宇宙生命層面之外咧，亦都涉及國家安全問題，所以更加需要嚴肅處理嘅。嗱，同時咧，主辦方亦都再次呼籲特朗普政府以及國會推動更多記錄解密啊，加強吹哨者保護啊，呢啲嘅措施，並以立法形式提高 UAP 嘅透明度。不過，正如之前幾次同類事件一樣，雖然指控就好震撼，但係支持者同埋懷疑者之間分歧依然係好大嘅。嗱，支持者就認為咧，關鍵資料咧仍然係俾空軍啦、中情局啦、能源部甚至係私人承包商重重保密㗎。反對者就指出話，至今亦仲係未有可以俾公眾檢驗嘅硬證據去支持政府掌握多種外星人信息呢一啲嘅即係咁嚴重嘅指控嘅。好啦，講下嚟到最後一段消息啦。嗱，呢一段消息咧，亦都係關阿 David Crusher 嘅，因為喺同一輪嘅公開發言入邊咧 ，David Crusher 仲首次提到一個更加引人注目嘅概念，就係一種有感知能力嘅電漿生命體。
嗱，根據報道話，Crutch 咧被問到政府對非人類智慧有幾了解嘅時候，咁佢除咗提到幾種唔同類型嘅存在之外咧，佢仲進一步形容話呢啲未知現象咧可能橫跨一個非常寬廣嘅生命光譜啊！嗱，佢個話咧係咁講嘅，佢話從我哋熟知擁有實體嘅雙足類型生命，一直到我所認為嘅有感知能力嘅等離子體，即係電漿嘅生命嘅。嗱，呢種講法咧，之所以即係特別受到關注咧，係因為佢挑戰咗一般人對外星生命最傳統嘅想像嘅。嗱，平時我哋講外星人咧，通常就會諗到呢一個金屬飛船啊，即係小灰人啊，或者係之類，總之係有肉身嘅存在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存在住電漿形態生命咧，甚至某啲被影到嘅發光光球，或者係一啲高速變向啊，唔似機械飛行器嘅一啲 UAP 咧，就會唔會根本唔係一啲外星飛船嚟嘅，而係某一種非機械非碳基以能量形式存在嘅生命體嚟呢？嗱，有位澳洲嘅調查記者羅斯庫爾塔特，佢過去咧亦都曾經多次同專家啊、議員啊討論過呢啲嘅假說嘅。嗱，支持者就認為咧，電漿作為第四態嘅物質，喺特定嘅電磁環境之下咧，係可能形成高度複雜、自我組織嘅結構，甚至展現出某種類似生命嘅特徵嘅。嗱，有啲研究者咧進一步猜話，大氣中某一啲嘅發光體咧，係可能會互相跟隨、聚集，甚至呈現某種掠食或者係社交模式。亦都有人指出話，呢類嘅現象咧，似乎經常同電漿活動同電磁活動、核設施、雷暴區域等等去扯上關係嘅。即係話咧，喺一啲好強嘅電磁活動啊、啲核設施附近啊，甚至乎有陣時行雷閃電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呢一啲咁奇怪嘅電漿發光體嘅。嗱，所以咧先至會成日見到啲不明光球咧喺嗰啲核武基地啊、航空母艦啊或者極端天氣附近出現嘅。不過主流科學界咧目前對呢啲講法咧仍然係非常謹慎嘅。五角大廈 AARO 同埋 NASA 咧雖然就承認話係有一啲發光球體嘅案例咧係解釋唔到嘅，但係主流嘅觀點咧仍然傾向將呢啲嘅現象咧視為未知大氣電漿物理現象，而唔係可以直接咧就跳到去話有生命體嘅。咁換句話講，由一啲好古怪嘅電漿現象跳到去一種有意識、有感知、可以自我防衛甚至繁衍生命嘅一啲生命體咧，就暫時未有好強嘅證據嘅。嗱，講開又講啦，呢個咁嘅 David Crutch 咧，近日真係好鬼多嘢講嘅。咁佢咧早前又喺 Fox News 上面咧一個訪談嗰度咧又講到啲嘢喎。佢就話自己親眼咧係見過 UFO 墜毀回收嘅照片，而呢啲嘅影像咧係即係非常之咁震撼嘅，就改變咗佢世界觀添。咁佢就描述話，嗱，呢啲回收翻嚟嘅飛行器咧，形態係好多種樣嘅，咁包括經典嘅飛碟型啦，仲有蛋型啦、新月型啦，同埋回力鏢型都有嘅。咁同埋佢形容為一種扁平太陽魚咁嘅形態嘅。嗱，呢一種嘅UFO 咧係能夠變形嘅，就唔係維持住固定嘅形狀嘅，咁就顯示出超越人類目前科技嘅特性。咁David Crutch 就強調咧，呢啲係登陸或者墜毀喺地球表面嘅 UFO 真實案例嚟嘅。好啦，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先啦。咁呢7單嘅新聞咧，就由呢一個鄰近嘅行星系統可能有適宜人類居住嘅超級地球啦，到人類嘅信號可能最早喺2029年，即係就有外星人回覆我哋又收到咁啦。到一個黑洞周圍會唔會有可能有高科技嘅大深球理論啦？
到美國政界、宗教界同埋一啲吹哨人對於 UFO、UAP 同埋非人類智慧生命嘅種種指控同埋猜測等等嘅。嗱，可以見到咧，喺2026年嘅呢個夏天咧，關於外星生命呢個題目咧，已經唔再只係科幻迷之間嘅幻想，而係同科學、政治、宗教、國安甚至文化等等嘅敘事撈埋一齊啦。嗱，中意我哋節目咧，就記得訂閱、留言、點讚、分享。咁啊，同埋如果對我哋嘅新出品有興趣咧，就記得上翻我哋網站嗰度望下啦。咁我哋最新嘅圖書咧，就已經喺書展之後咧就放咗上網，可以網購，亦都可以去各大書局買到噶啦。咁我哋新嘅圖書包括比較近期啲就開始有呢個資深導遊靈異旅行團就 Mark 師兄寫嘅鬼故書啦，應該好多人知噶啦。咁另外有黃志恒醫師嘅世奇古醫物語啦，咁啊 Gary 同埋清酒神秘學 Lawrence 佢合著嘅日本都市傳說深淵案內啦，同埋 Gary 自己寫嘅暗之召令日本深層政府與八子烏千年秘寫，咁同埋最後就係小弟聶宇翔嘅兩本新作品，第一本係講歐洲都市傳說嘅歐陸暗影歐洲都市傳說檔案，同埋另一本星際種族學 NHI 怪奇圖鑑。咁呢幾本書會講啲乜嘢？當然我會盡我嘅能力再即係抽取一啲裏邊嘅內容，再結合一啲可能其他嘅資訊，再去做下節目話俾大家知。咁啊，密切留意啦。咁啊，都講到口水都乾啦。咁啊，今集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咁啊，就同大家講拜拜。每座繁華嘅歐洲都市背後都拖住一條長長嘅黑影。歐洲唔單止有浪漫嘅古堡同埋輝煌文明，深入街頭巷尾嘅都市傳說，你會見到呢處地方唔同嘅一面。歐陸暗影歐洲都市傳說檔案唔單止係一本獵奇怪談，更反映住唔少現代社會嘅隱性恐懼。呢啲都市傳說有啲古仔荒誕到明顯係網絡惡搞，有啲就連政府都局部承認。無論真假，古仔本身就有值得細味嘅魅力。10個國家49個傳說檔案，由蘇寧事件到幽靈社工，由地獄之門到地下外星基地。歐陸暗影歐洲都市傳說檔案，直擊人類最深處嘅內心世界。呢本書將於喺2026年嘅7月中下旬喺香港各大書店有售，你亦都可以到不求人工作室網站訂購。